今日同大家分享升小面試嘅最新趨勢同埋攻略。而家嘅面試咧都趨向多樣化㗎啦，由以往嘅單對單面對面就改為小組討論啦、角色扮演啦，或者係遊戲形式。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啲小朋友喺唔緊張嘅情況之下，表現出個真性情，同埋評估一個多元嘅能力嘅。而家嘅學校咧都會好強調學生嘅應變能力嘅，包括咗設計唔同嘅情景題考核下小朋友。例如，小朋友如果你遇到唔中意嘅同學，你會點處理呢？又或者老師錯誤咁罰咗你，你又會點應對呢？透過呢啲唔同嘅情景題，就會考核下小朋友嘅情緒管理、應變技巧或者係社交技巧嘅。家庭背景嘅影響咧都非常之重要㗎。學校會透過問家長一啲問題，例如你想你嘅小朋友6年之後會係點呢？了解下家長對於小朋友學習嘅支援啦，或者家長自己嘅教育理念係啲乜嘢嘅。不論嘅趨勢係點啦，中英文嘅考核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就由以往嘅認字認讀就改為咧係理解能力，或者係對文化嗰個理解力嘅。除咗學術知識之外咧，而家嘅學校係好重視學生嘅社交能力嘅，因為已經咧就唔再係單向咁學習，而係推行緊協作學習，包括咗小朋友嘅溝通能力啦，或者係團隊合作嘅精神。可能個面試咧就會考一班嘅小朋友一齊去點樣去用一啲瓦通紙砌成一間屋，睇一睇佢哋嘅溝通能力或者係協作嘅能力嘅。模擬面試咧可以有效提高面試嘅成功率嘅，因為唔同嘅學校咧有唔同嘅面試流程或者常問嘅問題，而家長咧可以趁早準備。用唔同嘅學校形式同小朋友去玩下呢個模擬面試。咁當然啦，如果由一個陌生嘅人同小朋友一齊進行咧，就更加有效果啦。情景演練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評核部分嚟嘅。家長可以透過唔同嘅角色扮演或者情景嘅設計咧，考核下小朋友嘅應對能力。例如話，小朋友你返學嘅時候落雨，對鞋或者對腳都已經濕晒啦，咁你點樣去同老師講呢？自信心咧係小朋友面試嘅成功關鍵嚟嘅，但係點樣增加到小朋友嘅自信心呢？我會建議家長咧多啲安排小朋友參加唔同類型嘅活動，亦都可以安排小朋友咧多啲同陌生嘅小朋友一齊玩啦，一齊去溝通，咁就可以從中咧建立到小朋友嘅自信心同埋佢哋嘅溝通能力啦。家長同小朋友喺面試前了解學校嘅文化咧係非常之重要嘅。至少我哋要知道學校係操練型啊、活動型啊，定係簡單嘅 Happy School 咧。針對學校嘅理念，然後答問題，自然會容易啲加分啦。唔少嘅家長咧都會安排小朋友面試唔止一間學校嘅，咁所以每一次面試之後嘅反思同埋調適就非常之重要啦。包括咗總結一下小朋友有啲咩地方答得好，或者係做錯咗喎。咁另一個咧，小朋友嘅情緒都要非常之關顧㗎，包括咗佢哋會唔會壓力太大啦。如果以上嘅種種都處理得好好嘅話，咁佢哋做下一次嘅面試咧就可以事半功倍啦。小朋友喺面試之後咧，家長主動聯絡學校咧，其實都會有幫助嘅。例如話，小朋友喺面試之後，家長寫翻一封 thank you letter 俾學校咧，多啲表達點解咁支持學校，同學校嘅理念點樣一致咧，呢啲都會令學校咧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嘅。